Kit 啦，我叫 Kit 哥啦，今日好開心咧同大家見面。其實咧喺世界上面有人問我咧，有咩嘢係最寶貴嘅話咧，我一定咧就會覺得係時間。時間係我哋人生最重要嘅籌碼嚟，所以咧為我哋大家製造時間啊錶啊或者鐘錶嘅你哋啦，正正咧就係我哋一個好幫到我哋。如果冇咗你哋咧，我哋就冇時間去掌控我哋每一日嘅生活㗎啦。所以多謝你哋。而你哋咧每日咧去做咁多鐘錶咧，我相信你見過款式啦，一定比我哋好多。而且好多鐘錶裏面嘅內容啦，其實你都了如指掌。所以咧，我今日咧好希望帶一樣同你哋有直接關係，而又好啱你做嘅產品，就係我面前呢個鐘啦。其實我呢個鐘咧同普通嘅鐘咧其實係差唔多，不過我哋呢個鐘咧佢係用一啲回收嘅鐘錶咧所製造出嚟嘅。佢裏面所有嘅零件咧都唔係嚟自廠度出，而係嚟自唔同一啲廢棄咗嘅鐘錶咧裝埋一齊而成嘅。其實呢個鐘錶咧，如果擺喺你哋嘅工作室裏面咧，其實有時就提醒住你哋，每一個鐘錶都有佢自己嘅生命，應該咧好好善用每一個嘅零件，唔好咁輕易咧放棄一件或者兩件壞咗嘅鐘錶，提醒住你哋一定要盡最大努力復修每一個時間嘅鐘錶。咁而且咧，亦都咧俾你可以睇時間之餘咧，亦都可以話俾人哋聽，你哋嘅工作咧就係幫一啲人珍惜眼前嘅時間啦。其實時間咧就同回收零件一樣，有時你只要將佢重新再用咧，重新編排嘅話咧，其實時間管理咧就係咁簡單噶啦。一個產品啦，又可以俾你睇時間，亦都有好好嘅理念提醒住你啦，亦都可以話俾你聽時間管理嘅重要性。一舉三得咧，都係賣緊150蚊嘅啫。今日咧，我已經準備好噶啦，唔知你想掛喺你公司啊，定係掛喺屋企咧？今日即刻幫我帶你。